是數字，我有信心啊！俾啲貼士好。有信心，但係要俾貼士，都係關日子事嘅。星期五啊！哎呀，你成日都上次你估啊45分鐘啦，點知係45個鐘啦？今次係講緊5年啊！5年係啊！你覺得如果人生剝奪咗5年嘅話，哇好大喎！好大喎，即係嚴重㗎係嘛？咪睇你邊段時間啊？仲要係其實你諗下，你壯年，譬如你揾錢嘅25歲開始當揾錢啦，你25到55先算啦，你冇5年揾錢時間好大，係好大鑊㗎嘛？係啊，加埋罰100萬咧，唔係啊嘛？呢個係最高嘅刑罰。我講緊咧，原來咧，我初初都唔知嘅。你有冇平時咧行街嘅時候，突然之間又 at 咗你去群組啊？有，佢補習嗰啲咧，好煩。有時想覆佢咧，你唔好再佢消失咗㗎啦。係啊，你有冇試過啊？有啊！大家我相信大家電腦面前嘅你都試過啦。原來係犯法嘅。哦，原來係犯法嘅。嗱，佢哋原來咧有個根據非應邀電子信息條約嘅18條裏邊，任何人係不得向使用自動化取得電子地址發送有香港聯繫嘅商業電子信息。哦，咁而家其中有一間嘅補習社咧，就俾即係俾人通訊辦嗰邊咧，就可能要調查啦，因為佢可能涉嫌違反咗。咁而家最高刑罰係罰款100萬同埋監禁5年嘅。咁當然啦，我相信唔會去到咁啦。但係原來都係一啲嚴重嘅即係罪惡，即係一啲唔係話輕強嘅犯法嚟嘅喎。但係所以佢係首次被調查咯。咁當然啦，入罪機會都幾高。咁但係你市民可能我同你兩個以為真係好煩，最多咪煩啦，係咪先？咁咪 delete 咗個群組算啦。俾翻啲數據你睇啊！2011年原來咧接獲咗3宗嘅投訴嘅啫。咁但係2012年咧急升到咧213宗。係。咁2013年嘅首半年咧已經91宗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發出檢控作出檢控咧得一次。係。即係咁講緊之前咁多個勸喻啊，通常通訊辦點咧？佢發出啲勸喻信，喂唔好再咁做啦。亂嚟啦。跟住咧就警告信就654宗啊，叫你唔好再嚴重啲警告你啦。你都唔聽嘅話咧，執行通知同埋作出檢控得1宗嘅啫。哦，執行通知啦，就24份啦，發出通知，跟住去檢控你啦，得一次嘅啫。咁所以你見到個力度其實唔係好大。咁你見到仍然我哋都受到呢啲滋擾。而家你冇個電話受滋擾都俾人喺度講啦，係咪？呢啲都係一種其餘嘅一種，即係 WhatsApp 嘅滋擾都係一種煩嘅滋擾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再接受呢度，可以去投訴㗎。不過呢一宗咧，我覺得佢嗰個嗱未必去到100萬同5年啦。係，梗係冇可能啦，一般冇人判咁重。冇錯，但係問題入罪機會，起碼入咗罪先啊嘛。你即係作為一個案例。所以佢入嘅機會都我希望佢真係有個阻嚇作用啦。係啊，因為有一個出咗事，係同埋真係要檢控啊！即係唔好大家以為收到，呢啲好煩咗，都 delete 咗就算啦。如果你真係長期接收到有啲某幾個 number 嘅，或者某幾個補習社嘅，應該係作出一啲投訴。投訴越多嘅時候，累積得多嘅話，通訊辦都有壓力噶嘛，佢都要清咗啲 case。即係但係佢如果你話得幾廿宗咁啊，唔係佢反映唔到我哋幾咁煩擾啊，好似等於電話滋擾咁樣，即係有陣時就係推銷。當初頭嗰幾年嘅時候有呢啲嘢，大家咪最多話 cut 咗佢線啊，或者係算啦。但係後咧越嚟越多人去投訴嘅時候，或者越嚟越多人反映到呢件事係好困擾嘅話，咁政府嗰度係真係會做啲嘢。咁而家開始做啦，係咪啊？有登記啊，你可以免收嗰啲廣告信息嘅電話咁樣樣。咁呢個都係嘅 ，WhatsApp 都係，我覺得係可以再做。但係最主要嘅就係我哋收到嘅時候，如果真係滋擾到你嘅話，真係要去投訴咯。